今日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，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泉。人会当几工无食物件，只要有补充水分，会当活3礼拜到2个月。但是若欠水呢，就非常爱命吼。照医学的统计吼，人若准无有这个水分，大概会当活3天到7天。若拄着迄种炎热干燥的天候的地区，3天可能就是会有性命危险吼。所以安尼通知影讲，人水甲人的性命是足有关系吼。照着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间有3摆足严重欠水的危机，这是有记载吼。第一摆记载就是伫出埃及记25章22节到25节，虽然因有水，但是水却是苦的。上帝爱摩西等一支树枝伫水内底，水就变成做甜的。一般相信这种的茶叫做辣木啦吼。第二摆是伫米利巴的欠水事件，记载伫出埃及记14章第1节到第7节。第三摆呢，欠水是伫出埃及记这个第40章，以色列人伫加底斯拄着无水通啉，埋怨摩西甲上帝。比较出名就是讲，上帝吩咐摩西用这个各样的管来讲这个石盘因为即摆的代志，摩西上帝来发脾气，摩西就甲第一代以色列人，因为安尼呢，就无被允准来进入伫迦南应允之地。这几个事件，搁一概来提醒咱水甲性命的迄个关系啦吼。所以咱看见讲圣经的中间，除了讲食以外，提到着水的几率是非常悬吼，并且直接拢甲性命议题有关系。伫昨甲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也拢看到迄种各样的需要水的资源。以撒娶的某甲雅各拢是用这个古井水，还是讲咱讲泉水来做结连婚姻的开始。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，雅各继续行到伫东方的人的地，伊看到野地有一口井，有3阵羊倒伫遐，人拢甲这个迄口井的水来互羊啉啦吼。井用大块石头砍的，平常时羊群聚集伫遐，各样的将石头削开、割开，抢水来互羊啉，再搁甲石头割去原位吼。雅各对因讲朋友恁倒位来？因讲阮是对哈兰来。伊就问讲恁敢捌若好会顺列班？因讲阮捌。雅各讲伊有好势无？因讲有，你看，伊的查某囝来结带伊的羊群得来。雅各讲日头也遮大，还未到赶羊转去的时间，那毋互羊啉水，搁去食草。因讲，阮还未当，着听候所有的羊群拢到，目者甲石头削开、割开，才会当互羊来啉水。雅各在甲因讲话时阵，立即带因老爸的羊来，因为是伊在顾。雅各看到母牛列班的查某囝立即甲列班的羊群，就进前将石头散开，互列班的羊群啉。雅各真立即甲伊请安，搁大声吼。雅各甲立即讲，伊是因老爸的外甥仔，是利百加的囝。立即就走转去甲因的老爸讲，列班听到外甥仔雅各的消息，就走去接伊，甲伊揽地，甲伊斟，带伊到因兜。雅各将代志的经过甲列班讲，
日本甲雅国讲，你真正是我的骨肉至亲。雅国就甲伊带一个节。肉体中间需要的水会当影响一个人的性命，但是伫信仰的角度来讲，会当领受到耶稣基督迄种啉了永远袂去喙焦的活泉，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啦吼。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的中间嘛，安尼来提起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为基督，咱的祖先拢跟对摩西，伫魂的保护下过红海，因伫魂内伫海里受洗归伫摩西，因拢食共款属灵的食物，拢啉共款属灵的泉水。这个泉水是对甲因同行迄个属灵的石盘流出来，迄个石盘就是基督。迄个涌泉就是对石盘基督来出，安尼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写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得到永生同款。诗篇81篇，上帝是咱的快乐，咱着大声称赞伊，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。唱歌，着唱诗歌，摇玲珑啊，弹好听的琴甲瑟，着伫初1、15，咱节期的日，着分扫角，因为这是为以色列定着的规例，是雅各上帝为了因设的礼仪。伊攻击埃及地的时，有甲以色列的子民立约。伫遐我听见以前毋捌听到的话，上帝讲：我将因经甲顶的重大刷开，互因放落所重大的拿，因伫患难中间求救我，有该救恁。我会雷在大的密云的中间应答恁，伫米利巴的水泉边试验恁。我的子民啊，恁着听，我要警告恁。以色列人，我哪会忙？恁听通我。恁中间毋通有别个神明，外邦的神明，恁毋通跪拜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。恁的喙着大开，我就互恁巴足。顾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。以色列人拢毋插我，我就出在因心意，互因照家己所爱去做。我哪尔毋望我的子民听通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路，我真紧就会压制因的对敌，用手倒袂攻击因的对敌。怨恨上主的人会伫伊的面前衰退，伊会永远受刑罚。上主要用好的麦互以色列食，用对石盘出的蜜来互因来满足。感谢基督，感谢上帝的丰恩赏赐互阮永远的活命，互阮通得到领受永远的泉水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